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华语甲台语有的词写出来都相共，啊，毋过解说应用有情差。搁请今日招你探讨几句啊。头一句咱来讲对手，咱知影若伫华语内底咧讲对手，一款的解说，就是两军交锋对敌。啊，若无就是讲运动场顶伫咧比试，啊，若无就是行象棋、行围棋，搁入场无共啦。你摕乌里，我摕白里安尼啦，是对敌，才有讲叫做对手。啊，若台湾话咧有啦，我哪有讲两个人立场相对的，这我哪有。另外一款解说就是来，国情招你公家做伙做工课，咱两个来配合，咱两个来搭合，徛共阵、徛共边的，讲一对手，安尼嘛听我讲叫做对手。国情啊，华语敢无安尼用？有啦，已经真罕见咯。你像讲，独敢若讲男女主角做伙搬共一台戏，讲叫做对手戏。那这咧应用是有效，毋过台湾话咧讲的对手，两种解说是平棒。过来记一个咧，那这个咧就一顿叉高笑啊哦。有一句词，台湾话讲叫做范闲，华语若读范闲，咱知影。敢若一种的解说，就是这个嫌疑犯，咱才会讲迄叫做范闲。毋过台湾话是讲吼国情啊，你做这个工课吼真不懂啦吼，安尼目达也未清气象，交代你做工课，做了也无共收煞，无共收尾，莫怪吼你互头家，你互顶司范闲。你互感觉讲你倒位做了较不足、较无好诶，安尼台湾话就是讲叫做范闲。过来第三句，咱来举例。台湾话也有当作形容词咧应用，啊，毋过华语独敢若当作动词咧应用。但是倒一句，国情话头大只长，就是讲理解。理解这句话伫华语独敢若当作动词，你安尼讲，我能够理解，理解就是动词，无毋对啊。毋过台湾话吼，毋是敢若动词尔。国情头拄我讲哦，你若当作形容词咧应用时，讲迄个人。虽然都有岁啊，毋过即摆的少年人所思行的物件，人伊拢真对会着。那以普遍社会多数人的解说，讲伊的头壳智能都真开化，对着下辈时势啊所做的代志，伊嘛真理解。哦，讲真理解安尼，就有影是形容词啊，甲华语的应用就有相差，就有影无相共。